今日同大家講講東區嘅博覽中心同埋紫馬嶺板塊應該點樣選擇。兩個板塊只相隔一條博愛路，睇上去差別唔大，但選房嘅邏輯完全唔同。邊個板塊更適合你？今日我從3個唔同嘅角度同大家分析一下。第一，位置上雖然大家都係東區嘅核心地段，但兩個板塊嘅定位完全唔同。紫馬嶺板塊係東區嘅 CBD 中心所在地，有高端嘅寫字樓同埋高端產業嘅聚集，以高就業嘅崗位為主，有我哋中山知名嘅超甲級寫字樓、盛景上風、紫馬奔騰等等。博覽中心板塊係東區嘅行政服務中心所在地，亦都係政府各個部門、社會團體、企業同埋國內外展覽公司嘅會展中心。第二，交通配套上，兩大板塊共享中山城區嘅主幹道，從喜灣到中山路、長江路、博愛路同埋南湖灣都可以無縫連接中山各個地方，出行非常方便。當然，上落班高峰期會有塞車嘅情況。其他配套，紫馬嶺板塊有高端嘅寫字樓、稀缺嘅公園景觀、紫馬嶺公園、優質嘅教育資源同埋華人萬佳。博覽中心有行政服務中心、遠洋大信、頂尖嘅教育資源、市政公建配套等等。第三，人群特徵，紫馬嶺板塊附近嘅辦公場所以高端寫字樓為主，有我哋親切嘅紫馬嶺公園，匯集咗各行業嘅精英喺度居住。博覽中心有行政服務中心、優質嘅公立中小學、市政公建配套等等，聚集嘅係公務員同埋中產階級嘅人群喺度居住。通過以上3個唔同嘅角度分析，兩個板塊嘅優劣勢各有千秋，所以具體點樣選擇，最終都係睇你嘅買房需求。如果你正需要喺中山買房，可以深度連接我，作為一個中山本地10年工作經驗嘅房產經紀人，我會俾你最有用嘅買房操作同埋建議。